好，初级班的同学，那我们今天来教的这个是《欢乐年华》的弹唱。那《欢乐年华》呢，我们要用刷法来弹唱。刷法呢，就是我上次上课有讲的，蹦掐勾勾掐勾，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民谣摇滚 （folk rock）。蹦掐勾勾掐勾，蹦是上面3弦，4、5、6弦。那掐呢？掐是往下，1、2，就是3、2、1。那勾呢，就是1、2、3，可以吗？所以掐是往下，勾是往上。那这个都是都是1、2、3弦哦，下上掐勾，所以蹦掐勾就变成蹦掐勾，勾掐勾。那在上课的时候就有讲到说，的时候手一定要往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样子手才会这样子一直顺着这样走，那就比较不会刷错，像这样子哦，蹦掐勾，勾掐勾，对不对？我的时候手有往下，但是我没有弹到，再一次，蹦掐勾，勾掐勾，慢慢练习这个节奏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就用这个节奏来弹唱《欢乐年华》。欢乐年华就是我们之前教的那个4个和弦。C A m I D m I G7，那搭配的我的谱上面要换和弦的时候的那个字，我都有把它和弦标在上面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对着谱来一起唱。好，来咯，1、2、3，来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让我们来牵着手，美好时光莫错过，留住欢笑在心头，欢乐年华，一刻不停留，时光匆匆，哎呀呀呀呀，要把握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跟着我一起弹，再一起唱哦。好，今天就先教到这里。